區人口超過8000萬，唔少香港品牌都希望分一杯羹。喺拓展新市場、管理資金、營運方面，要留意啲咩呢？企業喺拓展大灣區市場嘅時候咧，首先要明確公司嘅營運主體結構同埋業務跨境嘅模式。以香港公司抑或係內地公司作為主要嘅營運實體咧，將直接影響佢哋嘅融資結構設計同埋稅務合規安排，以及資金跨境流動嘅效率。除此之外，企業應該深入理解國家政策嘅導向，聚焦於智慧城市、數字經濟、綠色金融等國家重點發展嘅戰略領域，以把握大灣區嘅商機。企業仲可以利用跨境融資工具，例如外保內貸。喺初期尚未建立內地信貸記錄嘅時候咧，可以透過香港資產進行跨境擔保，提升資金嘅使用效率，並且縮短融資嘅週期。企業喺跨境融資嘅過程中咧，應該重點關注資金用途嘅合規性同埋還款來源嘅可持續性。銀行一般咧係會根據融資嘅目的啦、營運資金、資本開支、貿易融資等等，制定合適嘅信貸方案。其次咧，企業需要確保跨境資金調撥同埋合同結構係要符合兩地監管嘅要求，包括外匯管理啦、稅務合規啦，同埋反洗黑錢嘅政策。同時咧，我會建議企業建構多元化嘅融資管道，除咗銀行貸款，可以結合政府嘅資助、出口信用保險等非融資工具，優化資本結構之餘咧，仲可以提升財務嘅彈性。不過企業要注意，坊間資訊多而亂，要從可靠渠道獲取資訊。企業咧可以透過政府機構、行業協會、商業銀行或者係專業服務機構所舉辦嘅專題講座同埋行業交流嘅平台，掌握最新政策動態同埋市場嘅趨勢。企業喺拓展市場期間，如果需要進行貸款，要多留意跨境融資程序。企業喺申請貸款之前咧，應該全面評估自身嘅還款能力同埋現金流嘅狀況，避免因為過度槓桿影響咗營運嘅穩定性。銀行喺審批嘅過程當中咧，一般會重點審視公司嘅業務模式啦、財務透明度、營運以及還款嘅來源。企業咧應該選擇具備跨境服務能力嘅銀行夥伴，例如我哋大新銀行集團喺香港、澳門以及中國內地嘅大新銀行、澳門商業銀行、大新銀行中國以及大新銀行深圳分行均設有網點，可以提供一站式嘅現金管理、貿易融資同跨境結算服務，幫助企業提升資金運作嘅效率。此外，企業需要仔細審閱貸款利率、還款週期、擔保要求、費用及相關條款，同銀行保持緊密嘅溝通，確保融資方案配合到企業嘅實際需要同埋發展嘅階段。其實銀行喺審批跨境融資嘅時候，都有一套既定嘅程序同埋考慮因素。銀行審批跨境融資嘅時候咧，一般會特別考慮4個核心嘅因素。第一，營運主體係以香港抑或係內地公司申請貸款咧，資金係用於一般營運嘅資金，資本性嘅融資抑或係貿易融資，會直接影響融資結構嘅設計。第二，還款能力同現金流嘅穩定性，銀行係會審視企業嘅應收帳款週轉、現金流嘅情況、營運情況以及過往嘅信貸記錄，確保還款來源清晰可靠。第三咧，跨境擔保嘅安排咧，如果內地公司尚未建立信貸記錄，能否透過香港嘅資產提供外保內貸等結構性嘅擔保咧，係銀行審視嘅重要考量。第四咧，貿易背景嘅真實性，銀行係會核實交易合同、發票同埋物流嘅文件，確保融資用於真實嘅貿易，符合監管嘅要求。所以咧，企業要建立清晰嘅財務記錄同埋業務嘅透明度，提升銀行受信嘅信心。同時善用統一銀行集團嘅跨境網絡，可以加快審批嘅流程，提升融資嘅效率。融資前先釐清資金嘅用途同埋還款來源，避免過度槓桿。我哋大新銀行靈活運用集團3地4平台嘅優勢，彈性調配集團內部嘅資源，迅速回應客戶嘅需求，配合企業營運嘅需要。
今集營商有計，拓展大灣區市場，先釐定公司定位。